喺呢個圖入邊咧，藍色線咧係波士頓嘅屋價，綠色線咧就係托朗圖嘅屋價，即係咧托朗圖咧喺2020年之前咧係被低估咗嘅，後來咧突然間飆到黐咗線喺2021年嘅時候，一年之內嘅變化咁緊要，喺呢個 cross point 咧，呢個交叉點就係啱啱先喺2020年，即係呢一點咧就好合理啦，大家都係一樣尺價，哇！但係幾個月之內呢度係叫做咩？好似如果用電機學啦，呢個叫 surge 啊，呢個湧流咁樣，我崩堤啊，飛咗上去。咁當然啦，呢啲不正常嘅嘢一定會調整嘅，咪調整翻咧。咁如果咁樣睇咧，即係波士頓呢度啦，好正常咁慢慢上。托朗圖咧，亦都係好正常咁慢慢上，即係就係要靠啲國家銀行嗰啲咧控制住個利息啊，唔能夠俾佢咧發癲咁。如果唔係，啲人真係要瞓街樓。